曾经轰动台韩的电视剧《蓝色生死恋》，如今大陆要翻拍成电影版，而男主角宋承宪和元彬，这回找来的演员是近期热播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的徐凯，还有大陆演员焦瑞。而剧情虽然差不多，配乐也沿用韩剧，但略新的四角恋仍然是让人看了会想跟着一起哭。电影《蓝色生死恋》，恩熙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阴错阳差，让原本的兄妹突然变成没有血缘。电影《蓝色生死恋》，不要放弃好不好？恩熙，我爱你。你说你会认真考虑长大后相遇相爱，但女主角恩熙纠结的不只有哥哥，还有哥哥的好友。电影《蓝色生死恋》。4个主角复杂的人物关系，复刻韩版电视剧《蓝色生死恋》。电影《蓝色生死恋》，你是恩熙吗？你是我哥吗？我还以为你是谁呢，想不到原来你是俊熙的表妹。韩版和陆版剧情差不多，而且配乐也沿用。只是角色人选大不同，电视剧男主角是宋承宪饰演的俊熙，但陆版找来大陆演员焦瑞，而电影版的男主角许凯因为《延禧攻略》爆红，这回挑战的是当年元彬的角色。另外宋慧乔饰演的恩熙，则是变成了大陆小清新演员赵露思，而和恩熙一起被调包的心爱，韩版找韩彩英，陆版则是近期人气相当高的火箭少女孟美岐。电影《蓝色生死恋》，我还可以这么叫你吗？不管你是不是我亲妹妹，这永远都不会变。两版演员各有各的特色，尽管剧情复刻，但虐心的爱想必不只会勾起《蓝色生死恋》粉丝的回忆，也能被再次感动。